大家好，我今仔日要讲的故事是，我甲伊亲去的海边仔。有一天，海姑阿公带我去海底佚佗，看到足侪海底甲珊瑚礁。原本期待看到美丽的珊瑚，却发现有一部分的珊瑚已经白化死去啊。远远的所在有，远远的所在有一块彩色的物件，看轻看，才发现是足侪粉色。有主鱼啊，无小鱼，甲粪扫食掉。海姑阿公甲我讲，伊嘛捌无小鱼食着粪扫。我甲姑阿公做伙甲遮的粪扫清好清气。清好后，我甲海姑阿公拢感觉足欢喜。过一时啊，原地清理好的所在，阁出现粪扫，互我感觉足奇怪。我讲，海姑阿公讲是安怎编纂都有粪扫出现啊？海姑阿公讲，因为海底有海流会甲别个所在的粪扫流来遮。我想尽力了后，决定要去找粪扫的来源。对咧海流游啊游，我来到一片海沙堡，我发现海沙堡顶悬有足侪粪扫。海沙堡的粪扫，互海水冲入去海底，过来互海流去海底。所以就大家人之间嘛爱参一支海啊。顶悬写袂使黑白但粪扫，愈来愈多人做伙来到三江净滩，捡海沙堡顶悬的粪扫，有塑胶杆仔、鱼板仔、玻璃、树果、塑胶袋仔等等足侪无共款的粪扫。过节早晚了后，因为逐工拢有人来净滩，海沙堡顶悬的粪扫减少啊，嘛愈来愈多人建立净家的原则，早来海边仔的粪扫爱家己早走。海沙堡总算恢复清气，红色的沙，蓝色的海，请的海边仔环境变好。我想转去海底游本有足侪粪扫的所在，发现粪扫嘛
少啊。雪乌鸟甲海游成本，会当好好生活。海龟阿公看到，嘛感觉真欢喜。故事到这，感谢大家。